再来看清明节咯，佮剩无一个月，国民党立委费鸿泰，佮有前卫生署长杨志良，暂时开记者会，因呼吁陆委会爱以人道的考量，至少开放10来个航点的清明包机，互伫中国台商佮有台湾学生通转来陪望。 4月就是清明连假，但是有台商台生因为目前两化航点收少，可能赶袂赴坐飞轮机转来台湾。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等人初一召开记者会，呼吁陆委会通比较过去春节包机，开放清明包机。他们的祖先的这个要祭拜的地方，都是分散在各地。那么现在呢，小三通。 只有限定在金门跟马祖的人，其他的民众都不可以。杨志良表示，因为目前两岸敢若4个航点，因希望上少嘛爱开放10来个航点，愈侪愈好。伊表示，进前有甲陆委会主委屈泰山私底下谈过，但拢无明确的回答，所以才公开意见，希望考量人道，互伫中国的台商、台生等人拢通转来台湾对事。包机跟非包机的票价会差到4倍。 会差到4倍，甚至还不止。因认为中国台办2月嘛公开话讲有抵函台湾，公通优先考虑开放广州等16个直航点。屈泰山副立法院备询时嘛讲到两岸直航的16个航点开放部分。相关单位都持续的在开会，我们希望越快给各位有一个消息。 针对清明包机，陆委会无特别回应，不过有旅游业者表达希望恢复中国观光客。屈泰山指出，过去是中国用政治因素停掉中国台湾自由行，2月开放20个国家地区出境旅游嘛无台湾，对方应该先去除政治因素。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。